我今日想同你哋分享一樣我喺職業生涯入邊非常重要一件事。其實作為一個地產人，我見證咗無數嘅人買樓同埋賣樓嘅故事，我更加深深咁感受到一間屋對每一個人嘅重要，尤其係一個女性嘅意義係有幾大。你可能會話，女人買樓好平常啫，但係我見過太多嘅女性係因為冇屬於自己嘅一套房，而喺佢哋嘅人生入邊失去咗好多嘅選擇嘅權利。我唔係想教大家點樣生活，而係想從一個專業嘅地產人嘅角度去講下點解我會覺得每一個女性都值得擁有自己嘅一套房，亦都唔係為咗晒命，唔係為咗證明啲乜嘢，而係為咗你有屬於自己嘅一個安全感。一個無論你開心定係委屈嘅時候都可以回歸嘅地方。你試諗下，如果你擁有自己嘅間屋，就唔需要為咗租約嘅問題而不定咁去搬屋啦，又唔需要擔心自己有冇另外一半喺房產證上面加上你嘅名，亦都唔需要因為喺未知嘅未來而擔憂。最重要嘅係你可以打造一個完全屬於自己嘅空間，你嘅裝修嘅風格根本就係你想點就點，生活舒舒服服咁樣過。如果喜歡我嘅分享，記得俾個心心我同埋關注我啦。